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共好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共哈发。今天我要来唱歌哦，今天我要来唱首客家歌，听了。谁妹安江，谁妹安江，就唱给一蕊花。哇，罗时丰如果听到我唱的话，可能会哭出来了。大家一定觉得这首歌很红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水妹就是指小姐的意思，安江就是真漂亮啊。对，水妹安江就是指哎呀，小姐您真漂亮。男生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哦。再跟我念一次，水妹安江就是指你，哎呀，你真是漂亮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人的这个仪态、容貌、打扮呢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说这个人呢很喜欢赶时髦、赶流行的话呢，在客家话里面啊，也可以用流行，就是流行的两个字，流行就是流行，或者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死行，实行死行，也是流行的意思。哎呀，这个小姐呢，她很时髦，我们就会说了，呀，水妹懂晓。或者说她是一个晓水妹，很时髦的女生哦。同样的，如果说男生很时髦的话呢，就可以说公子阿莎。亚扎尼呢，公子阿莎有一点类似说啊，花花公子啦，很注重装扮的男生的意思了，或者是追求时髦的男女，晓水妹，公子阿莎，很有意思啦。我们最后来学一个句子，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吗？这句话叫做迪呀哈流行乜嘢么？迪就是你知道吗？迪就是知道那个知那个字，迪呀哈就是现在流行乜嘢么？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呢？许巍告诉你，呀哈流行讲客家，现在流行说客家话。OK， 我是许巍老师，你别忘了，你要每天准时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。咪咪笑讲客家，你才可以变成一个跟得上死行的你，才变成一个懂流行的你呢。拜拜，安子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